诈骗案件有够多，这无分年岁，迄若小可无细致就变成后一个受害者。台湾将伫明年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老大人退休族往往因为财富的自由特质，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依照警政署的统计，2023年65岁以上诈欺被害者有5331个人，这个数字比2022年增加1000多人。也就是讲，平均逐工上无有14个时段落入去诈骗的陷阱，主持了财务的损失。学者认为讲，高龄化的时代，这个银发族被诈骗的案件，也是讲买过量，也是买无适合的金融商品，这所谓的高龄金融的剥削的现象，已经是社会必须重视甲面对的问题啊。受害时代以规世人的业绩，若是讲互不少分子用诈术骗去，未来医疗甲生活都可能会出问题。警政单位继续咧宣导提醒乡亲，歹徒犯罪手法一直咧改变，尤其是逐工拢有大量金流的银行体系，嘛有加强行员的训练，有设录铃的柜台，服务较侪回客户，希望佫会使降低老大人被诈骗的风险。银发族对着本身的老本要安怎顾好调，避免落入去诈骗集团投资的圈套。继续看阮的报道。银发族常常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生病的钱跟生活的钱，无论如何都不能拿出来投资，因为这就是老本。每一次看到会觉得蛮难过的，因为这就是一生积蓄。对高龄金融剥削来说，一定是预防胜于治疗。诈骗信息为电话、简讯、购通讯软体侵入咱的生活。不晓得那个号码的话，我就有点怀疑，我就把它删掉了。现在不是有那种 AI 吗？然后我觉得不是我认识的，或是怎么样，我就把它挂断。他说我得到那个香港的彩线有多少钱啊？叫我汇那个所得税啊，他就会汇钱给我。这会是大人常常加做犯罪集团的目标。高龄者为什么会成为金融剥削的对象？因为他有所有一生的积蓄，他可能在社交或者是他的认知功能会逐步的退化，这个也就使得这个诈骗的集团或者是有意去剥削的加害人，会把高龄者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目标群体。高龄金融剥削啊，这个应该都通常它大概是出现在那个两边资讯不对称。啊，因为那个高龄者可能对于这个金融商品或是保险商品，他比较不熟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做一个自我的判断，就是他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产品。很多受骗的长者事实上都是高学历，透过 social media 或者其他一些 Facebook 建立一些所谓比较亲密的关系，然后在上面再举例很多例子说，哎，你投资也可以成功。长者常常会落入这样的圈套。来，我们各位自强里的父老兄弟，大家好哦！今天利用大家在这边等候垃圾车的时间哦，跟大家做一个最近最常见的哦，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一些这些最新的信息。有未上市的股票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那这一定都是诈骗哦！再帮我们多跟亲友做宣导哦。派出所警力出动，宣传单加上有嘴广告无烂，无要互犯罪集团找到空旁。假投资的诈欺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在像中高年龄层又很常遇到，因为都是什么退休金啊，就是都已经存了毕生积蓄很多钱。用最少的人力，一组2人的方式，跟着垃圾车倾倒路线，在垃圾还没到之前，民众在等待垃圾车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时间点，去跟他们用2分钟的快闪宣导，有时候还会考量到这个里如果最近的被害比较多的话，我们也会增加相关的密度。大姐赶到注意点哈，假投资加赖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项目，那这一定都是诈骗哈。再帮我们跟亲友好，帮我们多注意哈，谢谢。诈骗已经变成全世界共通的问题。那对高龄金融剥削来说，一定是预防胜于治疗。因为诈骗的状况是金流全球化的时候，只要今天个资一出去，钱一出去，要再追回的能力或者是可能性都非常的低。所以一定要再三的提醒长辈，如果今天是那种不适当的投资，那你一定要先询问过别人再做决定，绝对不要在这个乐龄的时候把生活的钱跟生病的钱去做一个冒险性的投资。这2种钱理论上是动都不能动的，因为它是养老本最重要的基础。政府部门也应该要做跨部会的连结，因为要防治高龄的金融剥削，恐怕没有办法只靠法务部立一个很重的处罚就可以来做到，这是不太可能的。
假投资、真诈骗、假交友、等现金、假公务机关骗个资，犯罪集团出头真多。到底要安怎分辨真的也是假的？无论如何，看顾家己的钱财是唯一目标。唉，最近好缺钱啊！广告上写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问这是什么诈骗手法？没错，答案就是假投资诈骗哦。你的健保卡有不正常的看病记录，我们怀疑你有盗领健保费的嫌疑。请问这是什么诈骗手法？没错，答案就是假冒公务机关。哇，眼前这个男生好贴心哦，而且他想要照顾我一辈子哎。请问这是什么诈骗手法？没错，这个就是假交友。根据警政署统计资料，2023年有超过5300件诈骗案件的受害者是65岁以上的士大人，平均每天上无有14个士大人受到财物的损失。我们近期发现假投资啊，越来越偏向一些我们这一些退休族，尤其我们高龄被害者的人数是逐年增加，变成啊是无所不在，四界拢是，猖狂的程度嘛已经失去控制。教育宣导的对象我们也会有特别去针对银发族的，银发族可能他也常常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那我们也就是要从金融机构这边去加强。好，什么业务呢？我着急着要领钱。好，没问题，那稍后帮你安排一个，我们这边坐一下哦。银行是金融中心，嘛是民众在进行不明金融交易对象的把关者。高龄的客户，我们要做高龄观察。好，如果碰到大笔的现金或者汇款的时候，那我们的行员第一个就会进行关怀提问，譬如说问一下他这一笔汇款的目的，跟这个收款人跟他是什么关系，同时在进行谈话中间了解客人本身的资金运用的状况，好，跟他对这笔交易的了解的程度。我今天是要领300万，但是很急哦，因为我儿子他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跟同学周转一笔钱，而且遇到大麻烦，要我赶快把这个钱领出来给他。那如果我们觉得真的可能会落入一些诈骗的样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到对方的银行确认这个收款人的账户是不是正常。那如果有更极端的情况，可能会请允许我们跟他家人联络，确定一下家人知不知道这一笔汇款的正当性。那最重要的就是最后我们可能也会请当地的管区的警员来和我们一起劝慰这位客户，确定这笔汇款是不是要继续执行。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要汇多少钱过去呢？120万。诈骗它突然成长得非常快，说如果我们发现它有什么特征，就把那个特征拿来做监控。有时候某个特征，譬如说快进快出，这可能是诈骗集团会有，但是月光族也会有，所以你很容易分不清楚正常的客人或者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通常他会安排不同账户做断点。所以它出去的速度很快。我们如果知道没有错的话，通常在17分钟内至少会有高达6到10次的转账。所以等到你在17分钟后反应，其实几乎没有追回来空间，因为他已经某个 ATM 领成现金，然后被车手拿走。那所以第一道防线在他，第二道防线就是在我们的 AI 同事跟真人同事，包括拦阻临柜的拦阻，还有 AI 去辨识他的交易。透过新科技 AI 即时阻挡，成做阻挡诈骗的重要防线。跟刑事局合作开发，然后导入我们的 AI 同事。以往我们的这个交易监控的警报，每个月大概要有6万多件，都是真人的同事必须要去审查。那后来 AI 同事进来以后，每个月 AI 同事他全部都审查完，他交出来的作业大概300多件。很多长者事实上是有一定的积蓄，好，但他们又想说，我的能力还可以让我的财富更自由。哦，那当然就听到一些不实的这些消息，他们就信以为真。金融机构最主要是掌控金流，对，那我们只要防堵这些长者的资金或者一般善良民众的资金不流入诈骗的那些账户里面，我觉得这第一道大概就成功了。我们叫 AI 防诈，科技防诈，我们也都鼓励着这个所谓的 AI 打诈，同业之间设所谓的鹰眼联盟。未来我就是它是变形金刚，但是它一直在变的时候，它的速度要很快。联合学习就是我们金融机构之间不交换资料，但我们的 AI 同事手牵手，只要谁有感觉它要变了，其他会一起
同时做改变。也不能讲太清楚，讲得太清楚，他就哦，原来他会从这里去防，他就绕一下，然后就把它避掉。对。位2名32号起到 C。犯罪集团诈骗的对象患说无分年岁，不过在乎自由的退休族也是时大人，定定第一时间就互锁定，成做偷生的目标。他是有钱的哦，因为他有所有一生的积蓄，到高龄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退休，所以他已经欠缺再有主动收入的能力，所以他的收入是一种被动式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发生高龄金融剥削，对他的理财跟晚年的生活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提高警觉，好天就接好来牛，总是较赢输后才来补救。其实每一次看到会觉得蛮难过的，因为这就是毕生积蓄。一开始尝到甜头了，好像真的有赚到钱，可是其实到最后才发现，我的钱都被骗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面对理财投资，除了定金，更需要一个怀疑。长辈有时候他的防备心不够吧，还有一个太容易信任人家，很多诈骗的案件都不敢讲，他先骗你个资骗到下一次再来骗你的钱。人生经验丰富的时大人，想要将恶财富买永保安康，就要先收掉一世人的钱财。